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回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听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带大家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这个亚洲行程第一站已经来到新加坡访问。未来几天是不是访问台湾？外国媒体就咧报道，8月初4可能是一个时间，自菲律宾飞到台湾，可能卖见蔡总统。另外，《Washington Post》报道讲，可能是初2暗，或者是初3早起。总统蔡英文会在问到的时阵伊是无回应。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一定会准备妥当。这回有要来台湾无，受到国际关心，嘛牵连台美中3国关系敏感神经。警用机车开道之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团车队进入新加坡总统府，拜会总统哈利玛雅各布加总理李显荣。访问团是伫台湾时间初透早到新加坡，的时间要去马来西亚。新换有众议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高叶戴尔班、克里斯纳穆斯、金安迪等真济位众议员。国际国家关心的是后续是不是来台湾？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关于相关的报道，我们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要跟媒体朋友们分享，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论。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赴台，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咱记者无伊讲，中国对佩洛西来台态度也无改变，甚至伫沿海军演表达不满。学者分析，佩洛西这摆也是美中博弈的一部分。蔡政府低调回应是正确态度。那佩洛西来台，中国会关注访问团甲台湾的对话甲活动。台湾也注意后续美中民主内外之争是不是影响台湾的利益。如果今天佩洛西来台湾不受到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美国给全世界一个信号，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跟如同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能够对抗中共的霸凌。在中美之间，它这个交易啊，就是面子跟里子之间那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会被我们作为代价，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学者分析，美国甲中国会伫这个事件试探对方底线，若无过度倡导，也是会回归美中大国拼场，各地国家利益攻防。华盛顿邮报报道，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时间伫初2暗时、初3早起，或新社报道时间是初4。不过外交部无任何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到讲，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中共新版反对企业规划旁的这个法案，这阵特别针对网络媒体阿里巴巴来加强监管。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安倍氏族被枪杀的这个影响啊，金正恩身躯边这阵增加大批随身的这保镖来保护。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格兰咱讲卢卡球队啊，这阵赢德国摕到欧洲杯的这个冠军。另外，看到这个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罗西亚这阵是用核电站来做暗号，另外阻碍乌克兰战略的这个应对。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拍台权这阵主要争议放在药物和跨州拍台权权利。搁来关心罗西亚、乌克兰又搁来战。乌克兰讲因攻击罗西亚乌海基地，乌克兰南部都市尼古拉耶夫这阵嘛被罗西亚轰炸。这阵乌克兰上大粮食出口公司头家翁仔某嘛伫战火内底不幸过往。罗西亚总统普京昨嘛签订新的这个海军准则，强调美国和北约组织拢是罗西亚上大的威胁。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前线，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受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上大粮食生产加出口商之一的尼布伦农业公司的头家翁仔某，伫攻击中不幸死亡。因公司伫咧做小麦、大麦加番麦生产出口，有家己的军队加军厝。Мої щирі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подружжям Вадатурських. Саме такі люди, такі компанії, саме наш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івдень гарантували світу продовольчу безпеку. Так завжди було і так знову буде. Зараз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осилити позиції в окупованих районах півдн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Збільшує активність
目前俄军攻击集中在顿内茨克，泽伦斯基希望居民赶紧撤离。俄乌战争以来，引起全世界能源甲粮食的危机，并且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这两个国家拢是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泽伦斯基讲，因为俄军的入侵，乌克兰今年粮食的收获可能减半。这个30日是俄罗斯海军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区的乌海舰队基地总部和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这件活动也取消。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发动攻击。对圣彼得堡的庆祝活动，总统普京亲自到场，签署新的俄罗斯海军准则，设定海上大国的雄心。也讲美国加北约的扩张是俄国的上大威胁。Ключевое здесь эт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Он способен молниеносно ответить всем, кто решит посягнуть на наш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свободу. 普京在演讲中并无讲到乌克兰冲突，不过海军准则设定的范围是包括乌海甲亚速海，要全面加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另外，乌克兰这阵公布超过4万军士兵来死亡，受伤人数嘛不断的提悬，所以讲咧，替战场顶受伤的这个士兵紧急救疗这个医护啦非常的重要。最近嘛，一位咧专业医疗的女技工，逐工是穿关大的咧教这个战场顶的这个官士兵医疗急救的这个知识，佮伫咧战场内底运送医疗物资，做回来看乌兰，咱讲乌克兰基女子的这个故事。脚踏一双红色的关带鞋，手指头啊嘛擦指甲油，擦甲红记记。伊的清茶打扮，甲边仔的阿兵哥看起来真无共款，但是专业的表情，互大家拢非常专心，听伊解说要安怎对受伤的士兵来做急救。伊就是即马伫乌克兰战区真出名的女性医护技工维若科娃。维若科娃本来是学经济出身的，伊早捌做过乌克兰国防部长的专业顾问，但是伊自细汉其实就对医疗方面真有兴趣。2014年，罗西亚攻打乌克兰，侵占克里米亚半岛，互维若科娃决定要开始来学习甲战争相关的医疗专业知识。伊通过考试，摕到指导员的资格，就开始伫军队做医疗技工。今年2月，罗西亚搁再一次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维若科娃发挥伊家己的专业，甲军队的救护员，佮有一般的士兵伫战场上紧急救护的各种技术。维若科娃讲，因为即马伫前线的阿兵哥真侪拢毋是职业军人，无受过长期的训练，佮较需要教因要安怎保护家己。И свои знания сейчас стараюсь на доступном языке для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передава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ни могли спасти себя са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и спасти своего товарища. 毋那是伫军队上课，维若科娃佮家己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医疗组织，逐工四界奔波，将各种医疗工具佮器材送到前线的战区也是病院。维若科娃讲，伊知影战争袂遐尼紧就结束，就算搁较危险，伊嘛拢做好心理准备。Мы прошл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т этап, когда э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решить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и договорами.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можно выиграть только ценой своей жизни. 伫乌克兰真侪危险的战区，拢会当看到增加水水的维若科娃，用伊的勇敢甲专业守护家己的国家。记者甘恩恩编译。美国股市带动主要亚洲股市大开红盘，不止个台湾股市，伫咧今仔日的煞是直直落尾收伫咧14981点。另外，可能嘛是受到这个美国众议员 Nancy Pelosi 可能会来台湾的这个影响，国外资金是大量汇出去，也影响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一度落破30块，落尾收伫咧29.98块换1块美金。虽然美金指数连续几日降咧落。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测以29.97块开盘了后，早起还未10点，都超过30块的关卡，上价要到30.008块，是2020年6月以来的新价。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访问台湾的机会增加，互外资大量汇出。中场伫中央银行的介入之下，收伫29.98块换1块的美金，落价4.2分。整体美元的走势还是维持在高档，做出一个震荡。在走势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亚币也好，欧系货币也好，总和来说，非美货币的走势都还是会比较弱势。外汇分析师表示，现阶段整体美金的走势是以持伫较悬的所在咧起落。接下来交易日，新台票换美金开始有收盘时阵，收伫30块以上。基本上今年的走势，恐惊是伫30块以上，做出一个区间的盘整。也若台北股市小可有力开出了后，呈现继续量缩减的走势。市场观察的气氛真高，盘中捌到超过15000，上价有到14886.81点，
在金融、航运、甲钢铁等等类股的带动之下，上场小可68.38点，收在14981.69点，成交的金额是1788亿4500万。台币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往30元大关来回贬，所以这个似乎造成资金有外流的一个情况。到底美国众议院长会不会来台？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中共进一步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市场也比较担心，所以造成了成交量萎缩。分析师认为讲，全球经济成长率一直在调低，加上有几啊间大型公司开发售会了后，对下半年的预估是真保守。尤其库存的部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调整，在产业之间有其他声音的情形之下，股市要发挥的空间就无介多。记者综合报道。正线带大家来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咱看到这个2020年港口发生大爆炸，存一座大型地砌的仓库。这阵呢，内部砌却因为气温伤悬，开始发芽导火烧，48公尺高的仓库就安尼崩去。徛伫贝鲁特港口半世纪，有48公尺高的砌床啊，面向北方的建筑物向崩塌，也出现真大的土粉。真大的爆炸声，互附近的居民回想2020年8月初4，迄届夺走200多条人命，6000多人受伤的大爆炸。这座大型砌床啊内，因为放3000栋的砌啊，过去3礼拜因为天气真烧热，山发芽导火烧起。一日开始，当局出动消防员加阿兵哥来灭火，不过专家警告，真实会互局面更较恶化，就阁下令停止灭火，因为翕烧所产生的臭味，阁吹起港口四周围的主题区。环境部甲健康部门顶礼拜指示居民爱踮伫通风良好的室内，尽量唔通出外。黎巴嫩红十字会也发予居民 KN95催暗。اليوم أنا برأيي حرام تضل يعني بتأذي العالم وفي روايح القمح اللي عم بيحترق。去年4月，黎巴嫩政府要决定拆除砌床啊，暗过叫大爆炸罹难者家属甲幸存者的反对，因争论砌床啊可能也阁有司法当调查的证据甲线索，同时也应该以这场悲剧事件纪念物的身份甲保留落来。暗过北区部分砌床啊崩塌了后，民防部门的官员表示，北区其他留落来的建筑也真危险，几座大型建筑其他较车气将要倒去的部分，原来有崩塌的可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体段消息，咱们来怀念美国 NBA 这个 Boston Celtics 传奇中锋 Bill Russell 昨日过身，伊才到88岁。过去伊和球队摕过11座的总冠军，伊嘛是 NBA 历史上头一位非洲的这个教练。伫咧在生进前，定定为着人权议题来发声。在波士顿市政厅外口 NBA 塞尔提克传奇中锋罗素的雕像下骹，有人献花致意。这座雕像2013年到无，到即马罗素过身，伊生涯有10匹的冠军手指，互球迷尊称做手指王荣耀，会加做永远的回忆。罗素的亲人伫社群媒体发布消息，暗过无说明死因，声明指出，咱希望咱每一个人应找到一种新的方式，甲比尔无妥协有尊严，甲拢是用建设性的程度来行动或者是发声。这将是咱挚爱的6号球员最后一摆，也是永远的一摆胜利。罗素的6号球3号尾1972年退休，以1956到1969年效力波士顿塞尔提克，除了生涯5摆战出上价值球员，12摆入选全明星赛，也伫1980年被篮球作家评选做 NBA 史上上伟大球员。虽然伊伫得分榜上毋是上好的，暗过伫防守甲篮板方面却是上赞的，也被认为是球队当中无私奉献的典型人物。1966年，伊接任塞尔提克总教练，加做 NBA 史上第一个非裔教头。佮以教练兼球员的身份带队，伫1968年甲1969年得到冠军。Yes.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respect. In basketball, respect demands for his ability, period. 罗素除了为篮球运动重新定义，也伫种族分裂美国改变大家看待运动的方式。伊把甲非裔政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斗阵游行，也支持君王阿里。2001年得到迄时阵的总统奥巴马互伊上悬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另外，罗素1975年竞选进入民进党，毋过却伫2019年，也就是44年后，才挂民进党的手指，因为伊成为史上第一位
会伫 NBA 选秀被选到的非裔美国球员库珀，佫靠资格第一战前得到名人堂的殊情。库珀虽然伫1984年过身，毋过伫2019年成功入选名人堂。国际新闻黄文玲报道。全球即阵拢咧拼自动驾驶哦，尤其中国即阵嘛开始咧拼。咱看到是咧广东深圳即个城市自动驾驶吼，业者只要开始得到营运登记的允准，就通伫咧划定的即个区域展开自动车的即个业务。车顶嘛是需要配有安全合格驾驶人员。无人驾驶的机动车伫深圳车路行驶，副驾驶座也是有安全驾驶员，万一发生状况，伊会当打动啊。最近不少中国业者伫深圳设置自驾车，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元用启行，甲百度合作的慧能智能等。深圳当局也领先全国，伫顶个月通过智能盲联汽车法规，8月初1生效正式实施。允准登记许可业者会当伫市区更加快所在营运。Definite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I think first, so we have our much wider area, so we can do the robotaxi and we can do the autonomous driving testing operation. So this allow us to get in more and more data, and we can evaluate our algorithm much faster. 自驾车业者表示，中国有制造成本上的优势，所以自驾车载人还是送货的发展会真大。In Shenzhen, the capital cost is 1/3 to California because we have a battery supplier, we have the sensors, we have most of the integration we can do beautifully in Shenzhen. 深圳新法规定，自驾车辆驾驶座会当无人控制，不过车内也是要有安全驾驶员，通因应常常发生的状况。万一发生事故，应该要由安全驾驶员负起相关责任。若做车内无配置安全驾驶员，由车辆所属的公司负责。业者坦白讲，新法实施了后，事故发生机会可能会提高。未来若做全面开放营运，可能需要更加侪规范。另外，自驾车产业目前伫中国效力有限，部分业者已经抵上国际市场，不过自驾车伫中国实施的成果如何，也有待检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上尾带大家来看抓新闻创意，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阿明詹伟敏，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